去尝试首航，没有做过啊，去尝试看看。它是首航吗？然后想说来搭搭看。那如果能够开车带车过去的话更好，多样选择。基本上我们针对这个航线的话，我们也是希望说带给台南的居民啊，还有这个马公，就是两边的这个观光产业，可以透过丽娜这种另类的这种海上的船舶，做一个所谓的海上的度假跟海上的观光。基本上丽娜轮它大家看到是万吨级的船舶，那它是全长112公尺，那宽度大概有30.5公尺，那基本上航速最高就可以到达39节到40节。那基本上我们公司跑这个安平到马公的航线，还是给客人所谓的体验海上的旅游跟观光，所以我们不会去一昧的追求速度，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交通轮的概念，它是兼具一个观光性质的船舶。那我们期待说这个可以带给旅客更方便的一条海上的道路到马公去。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安平往返澎湖马公海运航线已停驶多年，因应国内旅游风潮，台南市政府与东联航运公司携手合作，重启安平直航澎湖马公海运线。丽娜轮在去年11月试营运后反应热烈，不断接获民众询问，终于在今年4月底开始正式营运，每周3、5日都有固定的航班行驶。不论是台南的乡亲还是各地的游客，往返台南、澎湖双城都更加便利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观光旅游局郭局长怎么说吧。因为我们安平到马公这条航线已经也有好几十年，10-20年没有正定期的航班了哦。那我们这一次也是搭配这个马公的一个花火节哦。那台南这边呢，本来就很多那个美食跟旅游的一个特色哦，邀请民众呢来这边住一晚，然后隔天呢再开开心心的坐着我们的丽娜轮到那个澎湖马公去参与花火节，希望说可以让整个我们的那个台南的那个旅游的丰富度可以再增加。基本上这一条航线最有趣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出发的时间很早，然后这艘船又能够上很多车，它可以上800个人，350台车，所以我们是期待说，北部、中部的客人把车开来台南之后，那直接就上了我们的船，船跟人一起走。那因为现在卡到这个跳板的关系，因为马公的一个码头比较特殊那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做那个跳板的一个结构设计，那个也需要有结构师资签证所以还有点时间。那目前呢是可以上的是无动力的一些像脚踏车啦，来台南自行车的一个游程结束之后，直接就把人跟车带到这艘船上去，可以一起到这个澎湖去玩。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5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在上午议会定期会当中，民进党议员吕维印针对媒体爆料，警察局长方扬林将在2个月后至半冬内接任台北市警察局长。对此，本局长回应绝对无这回事，而且承诺会做好台南市警察局长的工作。针对媒体爆料，台北市长郭文泰要爱方扬林上北来接台北市的警察局长。对此，议员吕维英上午透过议会工作报告，询问警察局长方扬林是毋是有意愿。对此，警察局长回应并无这回事，而且承诺会留伫台南做好治安的工作。会不会在这半年内或在3个月内会有异动？我想以我目前的表现，上级应该不会把我检讨调整。你不会调整搞不好你会高升啊。6都的局长都是平行的并没有什么高升不高升的问题。好啦，其实还是有大小区啦。我想请问你，柯市长有跟你谈论过吗？
谢谢议座的关心我要郑重否认，我从来没有接到柯市长的任何的联系，我也绝没有任何的悬念，我就是全心全力以台南市的治安交通工作为重点，把治安交通的工作做好，这个就是我以上的一个使命。议员吕维英表示，虽然警察局长的任期一任是3档，不过对最近台南市2档换4任时常的变动，如果局长有高升的机会，伊嘛袂去责怪。但为了台南市的治安安定，希望局长会用留伫台南。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去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北区公所取消模范母亲的公开表扬，你是将匾仔顶祝福直接送到厝内。今年疫情得到控制，所以选定母亲节进前举办模范母亲表扬大会，现场有亲人甲贵宾见证，场面盛大佮温馨。今年北区伫公立里长的热心推荐甲公所信息，总共表扬14位模范母亲。伫议员陈丁、沈振东的见证，区长李芳新5号上午亲自颁奖匾仔。会中里长联会会长童小云等贵宾嘛共同献上礼品，场面相当温馨。伫所有表扬母亲当中，年岁上大就是90岁洪浩女士，面对获奖相当欢喜。最欢喜，我囝拢来，家族啊拢来，我最欢喜，我老人最欢喜。有啥物特别的感想无？啊，你欢喜就好啦，欢喜，啊，你90岁啦。那这一次北区总共有14位模范母亲获奖。那公所特别利用这个机会，在公开场合来表扬这些模范母亲，也感谢他们这一辈子的辛苦，来贡献给家庭，那让每个家庭的成员都能够平安顺利的长大。也这边也祝福我们全天下的母亲，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幸福的一个身体。据了解，去年因为疫情关系，公所取消公开表扬典礼，你是亲自将匾仔送到模范母亲的厝内。今年疫情得到控制，所以才有法度大家再次组织，共同来见证母亲的伟大甲荣耀。当然嘛，希望将这群妈妈对家庭、对囝儿爱，甚至参与公共事务、服务社会热心，成为后辈模范。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选定母亲节进前，今年多家社会企业社、带领原住民、单亲等妇女代表，结合树德科技大学流行设计系师生，展开一场造秀，甚至还有78岁阿嬷也来参加。选定台南巷弄当中的咖啡厅，今年多家企业社甲树德科技大学流行设计系师生合作。协助这群纯手工制作手提包妇女来装扮，其中8位妇女平均年龄拢超过50岁以上，甚至有78岁阿嬷拢是人生第一摆走秀登手路。不过每一位的自信笑容，和在场的观众相当的感动，将叫声不断。我现在是第3人生，在研究说对自己怎样活得更快乐、更自由，不再像以前的老阿嬷都在门口那边说东说西了。感谢主。在工作室里面，我们需要运用林马的布料来发挥自己的创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当有客人欣赏我们自己做的包的时候，是会给自己很大的肯定，也是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成就感。这群女性的力量，除了透过环保、影像加希望的手提包来感动大家，对着树德科技大学流行设计系师生来讲，嘛是跨世代沟通，许可运用因的专业，会当为这群妈妈甲阿嬷用什么布料甲装扮来打造上适合因的风格。冬季泡泡海洋，对，所以我们就是以这个作为是珊瑚色，然后这些球啊，等于说就是泡泡啊，还有阿嬷做的袋子，对，这些都是属于那种海洋系列的，对。
然后妆感也是啊，就是我们就不会偏的那么橘色。对，我们就以亮色为主。服装的话，其实就是以素色为主。那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想要牛仔布跟华丽感，撞出一些新的火花。那其实像包包的话，它其实除了用渔网之外，我们其实围上项链可以增加华丽感之外，那我们透过眼妆、唇彩的部分也去增加一个整个的亮度。我有先就是做一些功课，就是关于深色肤色的调整之类的，对，然后又想到它是牛仔布，其实我觉得牛仔布很衬那种深色肤色的人，因为它有一个随性的质感在，比较稍微野性一点。可是我们想要让它有一点华丽的感觉。透过跨界合作，多家社会企业社帮助姐姐弱势妈妈画出自信甲精彩，甚至打造因专属舞台。主要是今年上好的母亲节礼物，也是第一步实现因再次梦想的勇气。往后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这样子的机会，可以让学生还有妇女们他们做合作。那因为是这个伸展台其实不是为了要看自己的作品有多厉害，乃是要帮助更多的妈妈可以勇敢的走出去，然后展现自己的自信。那为了搭配他们的这个带包的一个方便搭配性，我们也出动了我们永续服装跟我们的法装来做整体的结合。那整体造型是我们树德科技大学流行设计系的强项，我们很开心学生可以学以致用，并且贡献社会。好，大家好。台湾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过的。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护理系加冠典礼，这届总共有317位男女学生参加。今年较特别的是，有一位学生蔡明华，伊着40岁年纪，回来学校进修，希望伫50岁进前，会当实现成为护理师的梦想。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今年接受加冠的学生总共有317人，其中女性学生267位，男学生50位。当学生接受加冠了后，就会当开始安排到病医实习，实际参与病人照护实务。今年的典礼由学生代表陈建颖、吴代荣率领全体加冠生宣读护理誓词。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物。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物。慎守病人及家务之秘密。今天我们中华医大有316位勇士们已经培养完成，要上战场。那今天可以说替他们壮行，那他们要代表人类跟病毒作战，跟疾病作战。其实我们也非常感动世界现在这么疫情那么严重，那人们没有气馁，还前仆后继那所有这个行业，护理这个行业，这么多人不畏艰辛再来研读，然后研读完上战场，我相信以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病毒。在今年的学生当中，有一位目前就读进修部护理系大二学生蔡明华，伊就是学士后重返校园读护理系。今年40岁，伊表示会回来到校园进修，有大部分的原因，其实拢是为了亲人。因为护理师相对来讲是一个帮助病人的最基本的一个，也是最直接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想说，我从护理系这一方面可以学的一些比较临床技术层面，那未来可能家人会陆陆续续老化，会经历过生老病死这一块的地方，那在这一块当中可以有更加比过去10年来可以更加帮助他们的地方，这是我自己未来对自己一个期许，这样子。校长曾信超表示，护理系是华医创校基时53年来为医疗界培育无数护理人才，毕业校友深受业界懊恼。尤其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严峻，阁会当看到有遐尔侪少年学子坚持行护理师这条路，为社会大众健康守护，相当令人感动。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
台南市妇女会、中华日报以及台南市商业会等三大法人团体创立至今已经75档，庆祝75周年，特别联合台南市济店家举办一场为期75天的购购乐活动，提供甲75相关的优惠。庆祝75周年庆，台南市妇女会、中华日报以及台南市商业会联合举办大台南府城专游起舞购购乐活动。邀请台南市120多间店家共同参与，推出各种优惠组合，有美食、伴手、美容、美发、餐厅、饭店、服装、鲜花，为食的到大的，为穿的到买的，应有尽有。希望借由庆祝活动，也当协助带动台南市经济发展。希望我们3个活动单位可以因为这一次的活动，可以带来台南市的经济翻转。本来就很好了，那现在要更好。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出席签约仪式，见证三大法人团体这次庆祝75周年庆的合作。诚如刚刚严理事长所说，我们经济跟商业的发展都不错但是我们正如同我们施政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说我们经济一定要往上继续发展。那不管是南科台积电，不管是沙仑我们的这个许多工研院、中研院，还有三井Outlet， 不管是市区内的、府城区内的许多文化古迹，不管是山上水稻博物馆，不管是左镇化石馆，不管是后壁的清寮社区，我们都许多都是我们台南市许多的亮点。我们要让这个亮点更亮，也要让许多好朋友全国各地的好朋友都能够来。那将来疫情解封之后，我们也要让许多外国的好朋友都一起来。那现在我们做好准备，未来就可以迎接他们。大台南府城专游起舞购购乐，活动为5月15开始，一直到7月29为止。民众只要伫店门口看到起舞购购乐的标章，店家就会提供75折，也或是甲75相关优惠。欢迎大家来台南消费旅游抢便宜。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由花莲以色列文化研究会甲台湾和平纪念馆共同举办的仁德关怀系列相片展览，5月8号将伫鸿运文创中心展出。执行长卓建成牧师特别透过议员李启伟召开记者会，邀请民众踊跃前往参观。以色列罗纳纳市甲台南市是姊妹市，为了促进双市的文化交流，由 CBSI 花莲以色列文化研究会甲台湾和平纪念馆共同主办的小所大新实践厅的仁德关怀系列相片展览，5月8号将伫台南的鸿运文创中心来展出。透过相片，用来看出以色列甲周边的国家。虽然因为宗教甲民族的冲突，不过对着仁德医疗的救援，确实使人感动。咱知影以色列伊的地理位置伊的周围周遭有那都是一些不同信仰的也好还是这个历史上拢有真大的一个对立的一个情况因为伫遮的一寡中国的迄个。这个夹缝中求生存这个这有哪真大家咱会当来好好来学习搁加上咱知影以色列它的国家是它的科技、它的医疗各方面都是相当的一个进步所以这有哪这届有这个以色列的一个特展这有哪真欢迎大家会当来安尼来欣赏来参观。这摆在小所大新来实践厅。咱来关怀咱的敌人，这毋是干那伫国家尔，伫咱的社会中间，咱嘛真需要。因为要去听一个无可爱的人，要去听一个真歹的厝边，真正毋是咱一般的人会当做。独干那，咱来学习这个图片的展览，互咱来看去，这个囡仔，其中有一个真感动人的。除了摄影的展览，另外 CBSI 嘛举办以色列的讲座，甲医疗保健讲座，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拥有重要身份的退役中海舰，嘛是目前唯一现存有功的军舰。未来这只军舰将会放伫安平，所以国防部海军副司令胡展豪特别率队拜访市长黄伟哲，希望共同保存军舰的公营历史。国防部海军司令部中将胡展豪率队来市府，针对中海舰未来来台南安置的场所等相关保存、展示再利用的环境来拜会市长黄伟哲，双方交换意见，寻求共识。会中市长甲中将嘛互相赠送代表性的礼物，希望将存在海军战争历史上重要里程碑的中海舰来台南一案会当圆满出现。一起研讨我们将来对于海军的功勋舰，这个坦克登陆艇、坦克登陆舰、中海舰，它未来这个进入台南、来台南之后，应该可以放的地方、可以展示的方式以及修复的计划，这些都对于整个海军战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台南市也很荣幸作为一个文化古都，能够这个接受一起邀请中海舰来台南。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共同为这一段让这段历史让后人都能够记得，也能够让这个中海舰的永垂不朽。文化局指出，中海军舰文化部伫去年已经指定做重要的古本，所传人就是国防部海军司令部。经过文化部研商，决议由市府协助安置伫安平，至详细地点、维修的做法甲工程规划，都由台评估再决定。但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最风的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落雨几率是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5月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